一场献世的诗歌哈，他那首诗歌叫不动摇的国度结果这地在震动哈我们在当中就有点感想哈，或者有一点领受，我们在地的这个国度是会动摇的，但是神的国度是永不动摇的真的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盼望的一个国度。那今天我们早上到这个地方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要敬拜这个永不动摇的神敬拜个可以当我们依靠的神。在诗篇28篇第7节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到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开始我们的聚会之前，邀请所有弟兄姐妹，我们为今天的聚会，为着我们自己可以领受神的恩典为着我们可以到圣殿里面来敬拜他，我们来献上感谢，献上赞美，因为我们的神是配得赞美的神，因为他在我们的患难当中，在我们急难当中，他成我们的力量，成我们的帮助。他是至高者，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配得我们颂赞赞美的神。所以我们在聚会之前，我们每个人都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来歌颂我们的神，我们开口来赞美他。哈利路亚，是的，主配得赞美的神，主我们早上的聚会当中，单单的来敬拜你，单单的服侍你，单单的亲近你。主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献上一切的赞美在你面前，我们要诗歌来赞美你，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来赞美你，用我们的身心灵完全的投入来赞美你，献上我们的一切在你的面前。神啊，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配得我们歌颂的，配得我们尊崇的神。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你，你让我们可以来领受这样的福分，我们真的是要献上感谢，献上赞美。哈利路亚，感谢你的恩典满满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我们当早上的聚会再次恭敬摆在神的手里，我们愿意用赞美为祭献在神的面前。愿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罪来献上祷告。当我们要亲近神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拦阻拦阻着我们来亲近他。特别是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知道或不知道的罪，他常常捆绑着我们，让我们无法跟神面对面的来见面。他好像一个帕子一样，遮在我们跟神之间让神的恩典、神的救恩没办法到我们当中来，让我们的祷告无法透到神的那边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为我们自己知道跟不知道的罪，我们认罪祷告，求神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也特别为我们这块土地，台湾这块土地献上祷告。我们这块土地所犯的罪非常的多有邪灵的罪有愤怒，有怨恨的罪，有骄傲的罪有贪婪的罪，有许多的罪在这块土地上我们求神能够洁净这块土地，也兴起更多的教会愿意来在这块土地上为主发光让神的福音能够遍传在这块土地上。所以我们开始来为我们自己的所犯的罪来献上祷告求神来赦免。我们为这块土地来献上祷告求神来医治。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这个时候特别将我们每个人的罪摆在神的面前。主我们若我们认我们自己的罪，神你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特别为我们自己在你面前所犯的知道跟不知道罪来献上祷告。神求你用你的怜悯用你的慈爱的双手来拯救我们，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主让我们再一次的恢复那个圣洁的灵能够再一次在早上的敬拜当中能遇着了神。哈利路亚，是的，主遇着你是多么幸福的事情。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如何来远离这样的诱惑，来远离这个罪的捆绑。哈利路亚，是的，主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亲爱的父神，主求你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来洁净我们，来炼净我们，让我们早晨在你的面前的这样的一个敬拜能够蒙主你的喜悦。我们特别为这块土地献上祷告，愿这块土地成为神所喜爱居住的地方，挪去一切的罪恶，挪去一切的贪婪、骄傲、怨恨的这个地方。主啊，你兴起更多的教会愿意为这块土地来祷告，让每个教会在各地成为一个灯台，
成为一个亮光，成为一个希望，一个福音的出口。愿主你保守，愿主你洁净。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门。我们为几件事情来祷告。第一个，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世界的局势祷告。特别为这个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影响，已经2、3年了。我们为这样的事情来祷告。各地还有很多的战争，有饥荒，有非常多的天然的灾害。当我们打开新闻的时候，我们就感到说，这个时代真的是要面对许多的困难挑战。唯有神才是我们唯一的盼望。这么开口为这样的事情来祷告。我们为复兴台湾的众教会祷告，让每个教会都可以成为传扬平安福音、救赎恩典的教会。我们兴起更多的基督徒来为主做见证，为主发光。这么开口为着我们面对的这个时代、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局势献上祷告。求神来掌权做王，我们开口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这个时候特别为所面对的这样的困难挑战献上祷告。特别在疫情当中，我们真的是要面对许多不一样的一个捆绑身体上的一个捆绑，一个恐惧的捆绑。特别在这个疾病流行当中，我们有许多的伤害的地方。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可以远离这样的一个疫情所带来的捆绑。虽然这样的疫情没办法短时间的结束，但是让我们有刚强断胆的心来面对这样的疫情的捆绑。特别为世界各地的天然的灾害来献上祷告，求神怜悯，求神来医治，求神来救赎。主啊，你与我们同在，特别兴起台湾的众教会，愿意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成为在黑暗时代当中成为一个光的一个十字架的一个灯台。主啊，照亮这个黑暗时代让在黑暗当中被捆绑这些百姓，因为有教会的设立因为有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光，耶稣基督的希望的光，让他们进到这个地方来，他们就得到完全的救赎，完全的平安。还有使得主感谢你，赞美将一切荣耀归给你，还有主的神。第二个，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祷告，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来献上祷告，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不受攻击，让我们有平安、有喜乐、有信心跟有盼望。特别让我们跟家人的关系能够建立和睦的一个关系。为我们家人的成员来献上祷告。可能我们家里面还有一些人还没有信主，求神帮助我们可以在家里面能够成为传福音的一个器皿帮助这些家人能够来认识神。再来为我们的工作、职场跟学校来献上祷告，特别跟我们的同事、跟我们同学有好的关系。为我们的经济稳定，或许你有一些财务的困境，求神能够帮助掌权，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困境。最后为我们个人的身心灵健康，为我们的疾病，为我们家人的健康，我们都要来开口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这个时候特别为我们个人来献上祷告，神来保守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心怀意念。唯有你才是赐我们平安的神，唯有你才是你带领我们走过困境的神。你是在江河开拓出来的，在家人的关系的和睦，为家庭成员每个人身心灵全面用都在。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管顺境逆境，都能够凡事谢恩，让我们常常口结赞美的果子，让我们生命能够活出神的样式，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福音的传播者。在各样的事情上面真的能够为主发光。主啊，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困境的时候，神啊，你就掌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唯有你是我们的主，唯有你是我们的依靠，唯有你是我们的牧者。求神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远离试探，脱离凶恶，不容许一切的捆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让我们有好的人际关系在各样的事情上面都能够成为一个结出美好果子的人。主啊，我们软弱的地方，主啊，加添我们力量；我们不足的地方，主啊，求你赐下你的恩典恩赐在我们不足的地方，加添我们的能力加添我们更多丰盛的生命。还都要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将所有弟兄姐妹恭敬摆在神的手里，愿神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最后，我们来为我们教会的这些同工们献上祷告。我们有合一的同工特别在各项的事工上面，大家同心合意来做合神心意的事工。我们为牧者团队、为长子同工、为我们的服侍团队跟团契的首长
来祷告，让这些我们教会的同工都满有属灵的恩赐在服侍神、服侍人上面充满了智慧跟能力第二个，为教会的属灵气氛祷告，让我们整个教会都来渴慕圣灵，渴慕来祷告渴慕来读上帝的话语能够热情的敬拜能够在各样的事情上面能够学习如何来侍奉神、侍奉人最后一个，我们为我们教会开始要举办幸福小组，已经开始启动了，所以我们为这些幸福小组大使命的事工，我们献上祷告让这些幸福小组的同工们透过这几个礼拜的一个服事，能够让这些贝斯特能够来认识神，让他的生命得到不一样的一个祝福跟亮光所以说我们特别为这样的事工来献上祷告大家带祷的力量会成为这些福音事工很好的一个支柱让神的心意，让神的救恩能够传遍能够影响，能够改变这些贝斯特，让他们一样跟我们一样可以领受这样的恩典跟祝福。所以我们开口为教会的事工，为教会这些同工们，我们献上祷告。亲爱的父神说，我们特别为我们富江教会献上祷告。我们的牧者团队，我们的长老教会要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一个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教会来做，疾病要得到医治，他们的困难要得到解决。求神改变我们，要改变我们这些弟兄姐妹进到这个教会来说，他们生命不被刀翻转，要得到更新，被圣灵充满。在读经、在祷告、在赞美上面都大有能力。还有这个是我们感谢你，特别为我们的幸福小组献上祷告，求神使用这样的一个幸福小组，来将你的福音能够遍传出去，来能够让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福音的施工，让更多的贝斯特，让更多的牧道友，他们心是被翻转、被改变的，看见他们是被得救的，看到他们是被神所喜爱的，我们要这样来献上感谢，献上赞美，愿神祝福这些同工们，让他们有属灵的恩赐跟力量，有足够的爱心跟耐心来陪伴这些贝斯特。来主要感谢你，赞美你，将一些荣耀归给你。来主要是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将以上的祷告恭敬摆在神的手里愿神照你的心意来成就这些祷告。主啊，让你的满满的爱就充满在我们教会里面来让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教会当中，在神的一个国度里面享受神的荣耀，享受神的恩典，享受神的丰盛，将一些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唱这首诗歌，我深深渴慕。让我们自己的生命让主来使用，渴慕圣灵光照我们。以为梦醒就不会哭，以为忍住就没痛苦，只有走路才明白。我
算生命没有路，我还要跑向我的主。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来渴慕我们的神。我渴慕，我深深渴慕，我一生能紧紧抓住主。我拿什么能报答你？拣选我藏在你隐秘处。我渴慕，我深深渴慕，直到年老我还要赞美主，决心走向才能释迦道路，他的满足能够服侍耶稣。你为何要拣选我？主，你为何那么爱我？没有像我爱那么多，不给主用我一生怎么过？我渴慕，我深深渴慕，我一生能紧紧抓住主。我拿什么能报答你？拣选我藏在你隐秘处。我渴慕，我深深渴慕，直到年老我还要赞美主，决心走向才能释迦道路，我的满足能够服侍耶稣，决心走向才能释迦道路，我的满足能够服侍耶稣。邀请所有弟兄姐妹为早上的敬拜献上祷告，求神的灵运行在当中，设立宝座在的地方。我们为牧师来祷告，特别为牧师今天的讲道来献上祷告，求神炼净牧师的口，帮助我们牧师的每一句话是从神来的，炼净我们，帮助我们可以来回应神的呼召。所以我们开口为早上敬拜献上祷告，求神的灵运行在当中。我们开口来祷告。还有这个是的，多神感谢赞美你。我们早上敬拜献上祷告。神啊，求你设立宝座在的地方，让我们早上在敬拜当中看见神的荣耀彰显。主啊，透过牧师所传讲的信息来炼净我们，来改变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来回应神的呼召。还有这个是的，主感谢你，求神派天军天使围绕在这四周围。主啊，你让这个地方成为属于神喜爱居住的地方，让神临在这当中。还有感谢你，赞美将些荣耀归给你。还有这个是的，主感谢赞美你。既然父神早上的敬拜再次恭敬摆在神的手里，愿神的灵浇灌，愿神的灵充满。哈利路亚，是的，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你让早上的敬拜成为荣耀神的敬拜，成为神十架彰显的一个敬拜。哈利路亚，感谢赞美，将一切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门。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他。这时候我们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生命在于主，力量在于主，盼望在于主。哈利路亚。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主，在你，在你。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主，在你，在你。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
主，我们欢迎你降临到我们当中。哈利路亚，我们欢迎你降临到我们当中，设立宝座在这个地方。圣洁的圣灵，圣洁的耶稣，我们欢迎你，欢迎你设立宝座。哦，是的。坐在这里，
利路亚，哈利路亚。世界万有都属于你脚下，所以我们聚集在这里，因为我们要献上赞美的祭、感恩的祭。愿神的恩典在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不是偶然，是你用宝血的代价所赎回的，每一个在你眼中都是至宝贝。愿我们的敬拜也这样的套到主你面前，求神来悦纳，求你的平安喜乐，你的祝福恩典以及你的话语的启示临到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